熱情洋溢，令人達成夢想。偶像活動而家開始啦！劇情回顧：我叫做大空明，係偶像學校星光學園嘅初中2年級學生。同我一齊進行偶像活動嘅有，被譽為喺舞台上綻放嘅冰花，擅長唱歌嘅冰上緊，同時仲有活躍模特兒嘅新條初基。選出星光學園頂尖偶像嘅盛事，星光皇后盃終於開始咗啦！大家都出盡渾身解數，為觀眾帶嚟最精彩嘅表演。經過2日嘅賽事，第1名係紅林朱莉。眨下眼，星光皇后盃亦都剩翻最後1日賽事啦！我同小瑾、初基咁耐以嚟最熾熱嘅偶像活動就快要開始啦！好彩仲抽到時間出嚟練習狂熱效果啫，即係可以做到嘅都做晒啦。咩都做晒啦，跟住就係翻去好好咁休息。Special A 呢個等級嘅狂熱效果，啊？咁耐以嚟都仲未有人成功施展到啊！嗬？哦，冇錯啊！一直以嚟，我哋寫出到嘅狂熱效果最多都係 A 級，而 Special A 級嘅狂熱效果係要喺現場氣氛去到最高潮嗰陣，先會有機會挑戰到。如果成功咗，效果一定相當不得了嘅啫。啊，係啦！如果你有機會挑戰 Special A 級嘅狂熱效果，你會點揀啊？吓？係唔會怕失敗去放膽挑戰呢？定抑或係？俾着係我會去試挑戰 Special A 級嘅狂熱效果。女王要挑戰使出 Special A 級嘅狂熱效果，首先就要通過唱歌同跳舞，令全場氣氛去到最高潮先。呢一個係挑戰。好啦，一於試下。小瑾師姐，係小林，係小明師姐話我知你留咗喺呢度繼續練習噶，唔知我有冇乜嘢可以幫到你手呢？我今日已經竭盡所能，出盡全力咁去表演噶啦，雖然到最後都做唔到星光皇后，不過我冇遺憾噶，所以我希望師姐你都可以盡全力參賽，我希望你可以做到星光皇后啊！小林，我哋係 Dancing Diva 嘅拍檔啊嘛，我想幫你啊！好啊，麻煩你啦，小林。因為我見到小林走咗去幫小瑾師姐，咁我身為你 Skips 嘅拍檔，就等我為小明師姐你打氣啦！你話
我打氣？係啊，聽日你要俾心機啊，小明師姐。好多謝你啊，你令我更加有活力啦。小明師姐，希望你會成為星光皇后啊！小圓啊，希望到時你會俾我喺大家面前自豪咁炫耀下，我嘅拍檔係新任星光皇后。咁啊，既然係可愛嘅師妹求我唯有應承你啦。好多謝你啊，小圓，你令到我冇咁緊張啦，今晚應該好好瞓啦。太好啦！係朱莉，你嚟呢度有咩事啊？咁嘅，我想請你食啲嘢啊。係墨西哥辣椒冬啦，多謝你啊，朱莉。你坐低先啦。好啊。係咁，我就唔客氣食噶啦。佢又甜又辣，果然好好味，好正啊！狀態幾好啊嘛？吓？你係咪想問我呢一樣呢？點解你會知我個心諗咩嘅？梗係啦，話晒我同你係熱情的墨西哥辣椒嘅拍檔嚟喎。初基啊，你聽日就要比賽，我都知我而家唔應該走嚟阻住你嘅，但係我又好想知你嘅情況係點。我都好想同朱莉你傾下偈㗎，因為到目前為止你係最有機會坐上星光皇后寶座嘅偶像嚟噶嘛。一俾你提起，我個心就突然非常之緊張。平時嘅朱莉終於都翻嚟啦。明明我哋係想幫你打氣，反而俾你鼓勵翻轉頭。我係唔會輸嘅。好，你要俾心機啊！初基，嗯，有人送咗扎花過嚟，話係送俾你嘅。有人送咗扎花俾我，好開心啊！係邊個送嘅呢？係咪我啲 fans 呢？扎花入面有張心意卡㗎。係未來小姐送㗎。咩話？未來小姐係咪 Double M 嘅夏樹未來啊？未來小姐佢居然會送花俾你，真係好犀利啊！初基，聽日終於到你上台比賽啦！你一直以嚟都咁俾心機，未來姐姐我都想幫你打下氣啊！呢份係我嘅小小心意。劍蘭嘅花語係勝利，而天堂鳥嘅花語就係女王嘅光輝。你覺得點啊，小林？好精彩啊！頭先小瑾師姐，你跳得好利落，好好睇啊！要我俾建議嘅話，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啊。好多謝你啊！其實咁都係多得你嘅咋。多得我？你諗下，以前嘅我就淨係中意唱歌呢一樣嘢。不過自從以 Dancing Diva 身份同你一齊去做演出，我就越嚟越中意跳舞啦。當我細心睇過你跳舞，先明白到，就算係激烈嘅舞蹈入邊，仍然都需要注意手指同腳尖嘅動作。小瑾師姐，因為有緣識到唔同嘅人，先會有而家嘅我㗎咋。我諗我同啱啱入讀星光學院嗰陣相比，真係改變咗好多。喺聽日嗰場表演，我要將呢一切全部表現晒出嚟。咁多位觀眾早晨，今日嘅天空係個點樣嘅天空呢？又係大空天氣嘅時間。係啦，大空子，今日市中心嘅天氣係點啊？好多謝你啊，大空子！咁多位，真係好多謝你哋啊！係啦，小明，麻煩你同成日收睇呢個節目嘅擁躉分享下你對星光皇后杯懷住乜嘢抱負啊？係大空天氣呢個節目令我喺做偶像呢方面有好大嘅成長，進步咗好多啊！為咗報答一直以嚟都支持我嘅朋友，我會懷住感激嘅心情，企上星光皇后杯嘅舞台度。我會同今日嘅天氣一樣，
好似喺一片藍天之中，明亮璀璨嘅太陽咁樣，展現最閃耀嘅我。咁小明你就要俾心機啦。好多謝你哋啊！大雄，睇嚟你今日好有衝勁喎。一於憑我哋嘅禮服，飛得比任何人更加高啦！小明，辛苦晒啦！辛苦晒啦！你哋兩個嚟接我啊，多謝啊！終於嚟到呢刻啦，輪到我哋3個比賽啦！我哋行啦。好。咁多位，要你哋久等啦！連日以嚟戰況都好激烈嘅星光皇后杯，終於嚟到最後一日。新一任星光皇后今日就會喺呢度誕生噶啦。首先，今日負責為大家喺現場做旁述嘅，依然係光石校長。仲有曾經連續3屆蟬聯星光皇后寶座嘅神奇美月小姐。今屆星光皇后杯經過2日賽事，現時嘅排名係第3名大地奶奶小姐，第2名天宇圓小姐，至於排第1名嘅就係紅林朱莉小姐。今日嘅賽果會唔會改變呢個排名呢？命運嘅舞台而家正式揭開序幕。你哋每個演出都咁精彩，Johnny我真係好感動啊！不過排名都冇乜變動，唔知紅林個第1名會唔會一直維持到最後呢？幾好喎，氣氛咁熱鬧。四葉先生，睇住佢哋係咪令你諗翻起你嘅偶像時代咧 ？Four Leaves，Four Leaves，Four Leaves 係4塊樹葉，即係你個姓氏。我而家終於都俾 Johnny 你改咗個英文花名啦。話時話賴明咧，佢話過會嚟現場，不過仲未見到佢。Come on， 賴明榮，你再唔快啲嚟，就會錯過小明 Honey 嘅表演噶啦！新條初姬小姐，麻煩你準備出場啊！啊，知道啦，你要加油啊，初姬！我會噶啦。咁樣就掂晒啦。唔該你啊，我會憑住笑容將星光皇后杯嘅氣氛帶到最高潮。唔經唔覺，星光皇后杯嘅表演而家終於剩翻最後3位選手啦。呢3位選手就係大空明小姐、冰上緊小姐、新條初姬小姐，係大家都好熟悉嘅 Luminous 3位成員。佢哋3個之間嘅較量，肯定會令星光皇后杯嘅氣氛變得更加熾熱。首先出場嘅就係新條初姬小姐。我個心跳得好快，做偶像果然好好玩。等我盡情大顯身手啦！
一個表演真係非常之精彩啊！完全展現出新條小姐嘅本色。我見佢嘅狂熱效果都做得好出色喎，實際又係點呢？好啦，而家我哋就嚟公布新條初機小姐現時嘅排名。咦，榜首位置終於都轉咗人啦！太好啦！真係好多謝大家。新條初機小姐佢頭先嘅狂熱效果雖然係 A 級，但事實上已經好接近 Special A 級嘅水平啦。我覺得佢展現嘅效果非常華麗。Special A 呢個等級嘅狂熱效果可以話係屬於另一個層次，能夠咁接近呢個級別，新條已經好值得一讚嘅啦。係啊，佢頭先徹底咁發揮出佢嘅實力啊，真係個好精彩嘅表演。我諗我而家開始有啲明白美月嘅心情啦。睇住師妹以對手身份努力咁追上嚟，呢種感覺真係會令人變得好興奮㗎。我好想同初機喺同一個舞台一決高下。呢個主意非常好啊！如果你哋兩個以對手身份互相競爭，應該可以刺激到我嘅設計靈感㗎。係啊，個表演好精彩啊！初機頭先真係好耀眼啊！嗬，係啊，喺度。冰上緊小姐，請你準備出場啊！知道。俾心機啊！我會啦。犀利啊！大家嘅情緒仲係咁高漲，即係代表初機嘅表演深深打動到現場觀眾嘅心啊！雖然俾佢爬頭好唔甘心，不過令我見識到咁熾熱嘅狂熱效果，真係要寫個服字先得。即將要上台表演嘅小緊師姐同小明師姐要打敗呢個對手都唔容易啊！你要加油啊，小緊師姐！跟住落嚟就輪到冰上緊小姐上台表演啦！我會全力以赴㗎。
舞台日誌。冰上亨利施展特殊效果失敗咗啊！比賽形勢越嚟越不容錯過啦！校園 Mother 係啊，每個參賽嘅偶像都想將自己嘅力量發揮到最大。如果唔勇於去挑戰自己嘅極限，就冇辦法贏到星光皇后。哇！好刺激啊！下次表演要繼續捧場啊！